哎，各位同学来了。老师好。刘瑞祥，各位同学来了。老师好。你敢想要转来地当？有人无得。因为咱要教地当啊。然后来讲件代志，咱后礼拜要教火山爆发。来，耍到咱个讲了海啸，讲了龙卷风啊，暴风啊，讲了多好，怎啊无伊啊？蛮早就会了。哎，今年我旧年嘛呢，我讲地震吼，啊，伊讲个地当，啊，你讲海啸。哪有冲突？他讲火山爆发，但火山爆发。对，所以嘿，然后讲你要讲海啸的时阵吼，你的提早是咧白讲，我还准备一个救生圈，那救生瓶，好，比较花时间，好嘞。对了，来，今仔第6章，其实第一章。下一章还会讲到，只是我们的片头正好有地震。好，第6章的一开头片头那有地震。来，咱今仔要讲地球内部的情形。好，今天你地球。好圆。厉害吼！我以前国中的时候，阮数学老师吼，上课的时候会摕圆哦，啊，这个圆哦都闭的。啊，阮拢忍住那个笑，结果我们有一个同学忍不住，就笑出来了。吼，我们数学老师会大，你出来给我画。哦，结果阮那个同学嘴一歪，要求我比圆规还赢，哦，完全不掌声鼓励，哦，害我们老师很没面子哦。所以不要随便叫学生说你笑我，你上来画。结果就是这样子。好，啊，其实地球是不是正圆的？不是啦哈，地球不是正圆的，但它很接近。你看在照片，你看不出来，它那些也是椭圆。为什么它是椭圆？没有它是球状。想到也椭圆，对不对？伊都开始形成是其实伊是冰的，它是熔掉的。它熔掉的东西绕着一个地球给胖的一阵哈，因为遮的地心力的结果。伊的赤道的部分会扭啊开，所以伊的南北之间地轴的迄个半径直径会较低，啊，这横向的直就比较胖一点。啊，因为它现在硬化了，表壳硬化，所以它现在已经不会再变形了。但都开始已经就是一颗熔融的球而已。这跟咱今晚要讲的伊的内部构造有关系。好，咱想到咱地球的内部构造。迄个就你买水果的时阵，你买西瓜，啊，你拍西瓜，结果你拍西瓜，你也毋知拍啥啦，你个看大拢咧拍，你也对咧拍吼，啊拍啊讲要拍，哦，啊你也毋知对一条拍，买断去就甲拍只，吼，啊你咧拍西瓜是为啥物要拍？里面的那个，因为西瓜好食歹食是差伫多。内底水分嘛，甲柑仔相共嘛，你柑仔食咧搭薄的，都歹食嘛。所以你拍是拍讲水分，啊，想要拍怎样水分？声音啊，清清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你给拍吼，就是造成一个人对这个西瓜而言，你就是造成它的地震。哎，住在西瓜上的人就会觉得有地震。好，啊你拍呗，你在那个表面打下去，你会产生一个震波，啊这个震波会传递出去。我们地震也是一样啊，某一个所在断层，以3星的震波会传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只是讲有感无感的。但是伊咧传递的时阵，咱知影你有过波动。咱波有分做对两种，横波跟纵波对不？啊，你刚才如果它的内部是液体或固体，我们先讲液态或固态好了。横波跟纵波的传递都不一样。如果是液态，横波不会传过去，横波不会透过去。你讲啊，水波你横波。但是我问你，水波是毋是拢伫表面在行呢？
水波该传到地下水底？不会，会传到水底的是什么？声音会不会传下去？会。会，声音是什么波？声波是重波，只有重波可以透过液体，横波只会在液体的表面跑。等于这种简单，地震还分成3种波 ：P 波、S 波、L 波，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重点。我们探讨的是说，当一个地方发生地震，传出去之后，科学家根据各地测到的数据，也让猜测里面的物质，包括它的密度、它的那个固态，伊拢会影响到伊的波的传递。所以你在地震，你就感觉讲，有当时啊是上下hit面的，过一下过安尼滑的摇摇的，对无？迄就是讲它的横波跟纵波，因为传递速度不一样，有的波动先到你这边来，有的波动比较晚到。这种时间差，科学家经过运算，他就可以猜测到里面可能是什么物质。所以这个会知。无你看咱的半径偌济，咱第二个半径偌济，可不如好看者。偌济？6371对无？敢爱背？唔免啦，无聊的，我嘛无背，你看我看知啊。但是你也有一个概念，6000多。你至少这个概念6000多，你也想到6400左右，安尼可以答。这6000多公里内底，咱人类有知了正偌深？正上深的1万多，10几公里。正10几公里，不得了啊呢，10几公里耶，10几公里多远？你知道？你横着跑10公里看看，那你要往地下钻呢？但是10几公里对6000多公里而言，根本只是薄薄的一层。所以咱完全是因为震波伊看到内底，好，咱来看结果中间的过程，科学家去算的。外口一站。叫做地壳，这个地壳平均35公里，但是伊的厚薄不一，是安怎？伊有分色大陆地壳、甲海洋地壳。咱这里讲，大陆地壳以花岗岩为主，海洋地壳以玄武岩为主。大陆地壳高度会到40几公里以上。海洋地壳平均厚度敢若7公里呢，所以伊的厚薄很不一，平均35，平均35。你看35那个无在有正钻穿的，海洋有可能可是钻海洋地壳比较困难，对不对？因为海洋地壳你要钻的话，通常你不是直接沉到海底去钻呐，你应该是，你有看过海面钻油平台吗？咱人类想要淡薄较乌遐深的坑，迄个有钱通赚的啦，无钱啦，你要做空矿啥？石油。系啦，乌石油啊，无乌矿啊，有矿产啊，那个有钱你也会做空啊，不然没有钱你去打洞干桶，就不是土拨鼠。土拨鼠也不能，那种下面吧。海里面有。你是乌一刀啊，好，所以。那个海面钻油井就是钻下去，所以我们可能连地壳都没办法打穿了啊。可是地壳35公里对6000多，咱有把这中，咱成功了中这站叫做地函，内部这地核，有人甲形容讲这哪是鸡卵的，中这是氮化，外口这冷氢。上外口迄两壳，你若安尼讲敢有符合比例？蛋黄甲蛋白勉强可以说得通啦，但地壳的比例敢有像蛋壳？
6000多比35，这个多少啊？1/2，蛋壳没那么薄，你想给那层蛋膜，蛋壳下面有一层膜，跟它来用比例尺比较，那个地壳的厚度还差不多可以这样比较，所以地壳足薄的啦，好，咱分这三层，我头先要讲的，咱用什么来甲分做这三层？根据什么？你一定要有根据哦，我不同根据会有不同的分法哦。就像咱甲人分做讲，咱用年纪来分做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儿童，咱也嘛用性别来分男人、女人。你用什么去分，它就有不同的分法。那我们用什么去把它分成这3层的？这是最重要的。但根据什么？这要注意，不是根据它的固态或液态，它是根据它的性质成分去分成这3层。根据什么成分？性质成分干那来讲，以组成的化学元素啦。来，咱再来复习理化。地壳的第1名的元素叫啥？地壳含量第1名叫啥？这种元素。铂啊，氧啊，要去吃哦。第2名。第2名元素，排啊，较奇怪，进是无加是袂记啦。第1名是氧，第2名是硒，第3名是第1名的金属，因为第3名是金属。那你如果说地壳中含量第1名的金属，就是它，对就。阿鲁米，阿鲁米啦，铝啦，铝的英文是 aluminum， 日文把它弄成英文叫阿鲁米，咱台语就把日文借过来，变成阿鲁米啦，然后讲点细我就也，我20年前去读清华时，我去中国大陆的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我们做交流。我那时候在清华念硕士的时候，廖那里长当今我们两岸很少交流。那是因为我们的教授是当时的国大代表，认识北京的一些高层。我在聊我届方示意北京，然后我们就开那个研讨会，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学术论文发表的时候，以公元节元素，硅。我做起表硅硅，个无硅类元素。快字安怎写？有人看无？这什么东西啊？结果一看英文，就是我们的硒。所以他们我一直听到2氧化硅，2氧化硅，我不知道他们在硅什么。硅，2氧化硅。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硒？因为接班啊。音译嘛。他们为什么叫硅？他们用意式，因为硒是土里面含量很多的，所以它土嘛，两个土嘛，所以他们叫硅。他们是用意式，我们是用铋，所以两个是同样的元素 Si。地壳为什么这3种元素占前3名？因为咱地壳内主要的化学成分就是含铝金属的硒酸盐类，这个阴离子就是 SiO4， 所以氧第一 ，Si 第2，然后它的金属离子就是铝。所以不管你是氨酸盐，不管你是花岗岩，不管你是玄武岩，它其实主要化学式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它归类到地壳？但是下到第2层的地海，为什么它变成另外一种？可惜它的成分改变了，哪里改变了？
这个阴离子不变，变的是这一个，它的铝被另外一种金属取代了，镁。这是地含中，就是细酸盐含镁金属的细酸盐类。这种盐史叫啥呢？这种盐史叫做橄榄盐。橄榄油。特橄榄球那个橄榄盐。所以我们地表很少看到橄榄盐，因为它是地含中的物质，整个地含的成分就是橄榄盐。地核嘞，地核就没有细酸盐类，地核就是以金属成分为主的，铁跟镁这两种金属。所以有组成成分性质不同分类，而且我们为什么可以画出这么清楚的边界？就是它从地壳转到地含，它不是慢慢的改变，它是有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就整个过了这个界面就全变了。同样的，地含到地核，一毛节清楚的界面，这个界面过了，所有的物质就全变了。这有一个名词啦，咱进课本叫古式不连续面跟末式不连续面。它之所以叫做不连续面，想必就是有一个姓古的发现，然后一个姓末的发现的，就是这么简单啦。所以它叫一个叫古式不连续面，一个叫末式不连续面。所以我们不知道管什么式啦哈，你重点别不连续面，上面一个不连续面，可以讲，它不是慢慢转换。这东西越变越少，然后另外一种越来越多，然后终于变成全部这个东西。不是安呢？一个很清楚的界面在那边，过了这个面就全部变了。好，所以它的分界是很清楚的。咱后边看点，另外一种分法叫做岩石圈，跟软流圈。来，讲到这个岩石圈跟软流圈咱有讲一个课本已经把它删掉的一个故事啦但是咱当作故事讲，因为这课本无个备课啊。这个咱是安怎到进咱18世纪其实有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叫做韦格纳，伊阵提出一个大陆漂移说。伊拄开始感觉奇怪，是安怎南美洲的大陆甲非洲的大陆两地像拼图安尼咱斗做伙？你讲这个人拄好啊？伊唔是安尼伊斗做伙了后他发现那个山脉的走向还连续不止山脉走向连续冰河的遗迹也是连续的也就是它接起来之后。山脉的走向，冰河的遗迹是可以接起来的，不止这样，连化石，可有到这会生物拢伫同一地，这分明就是以前就连做伙无哪会安尼？所以他提出一个盘古大陆说，给讲2亿年前，你这数据不是欧北讲的他都根据冰河的时期考究，还有这个化石。他就提出来，2亿年前，现在全球各地大陆再连成一块叫盘古大陆。从2亿年前开始闹分裂，从闭开，变成今嘛安尼。经过2亿年变成现在这样，但是一切学说提出来了后，人问一个问题：大陆是飘在海上的吗？不是嘛？以前会飘走。结果伊讲，我嘛唔知。他提不出大陆漂移的动力来源，结果他的大陆漂移说葛洪冰顶冰修，束住高阁，然后他就死掉了。他死掉之后，发生了，之后过了好久
然后发生2次世界大战。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明一种武器，叫做声呐。当时是发明声呐，因声是有二轨嘛，波动要有二轨，声呐是要从哪？测有什么东西？要测敌人的潜艇的嘛，要掠潜艇的嘛。然后小拍结束了后，因为你也知影吼，伫咧2战之前吼，海军上强的，你知？进海军上强的毋免讲啊，美国啊，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的军力也无到美国的1/10啦。但是2战之前，1战的时候，海军最强的台湾啊，德国。你讲讲明朝，英国嘛，日不落国嘛。最早刚开始是那个西班牙、葡萄牙，后来英国把西班牙干掉之后，它就变成最强的。所以全世界的话，殖民地一个日不落国。英国海军因为很强，所以英国那时候它进行一个计划，什么计划你知道？它要画出全球的海底地形图。安怎画啊？你咪话海水抽好大，大家啉一喙，啉好了，有咪中国人人多，一个人啉一喙，海水就打你啊！英国人派了他们的海军怎么做？你知道吗？土法炼钢。土法炼钢。沙迄沙啊，足长的沙啊，把迄重物锤下去，锤到底是不是有感觉？看我的，举起来，再往前开100公尺，重复做，从点连成线，从线连成面，航遍全球的各大洋。你莫讲100公尺做很哦。你跟太平洋比起来，你知道要画多少点？你自己去除看看。那是他海军军力上还有办法做得到。结果他们的阿兵哥航到日本附近的时候，是要绑落加一条，因为太平洋的深度平均是4000公尺。结果一到日本边仔沿沙啊放2杯啊，搁还袂到底。伊拄来伊讲，要求我有这样亲的一口井在海底，结果发现不是井，是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嘛，全世界最深的地方在日本旁边嘛。他那时候就发现了，日本旁边有一条海沟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声呐，这个声呐发明之后，战争结束，拿来做和平用途。除了测鱼群之外，他就开始可以扫描海底的地形。他扫描海底的地形，扫描过一遍之后，他赫然发现全世界最长最高的山不是喜马拉雅山，是大西洋的中央极。它的长度可以从北极延伸到南极。它高度很高，问题是它的底部是海底开始算。想到有这么长、这么高大的一座海底山脉，叠海底。再根据一些侦测，第二个学说出来了，叫做海底扩张说。这海底扩张说等于本来没有大西洋，就大西洋的海底扩张了，把美洲跟非洲、欧洲推开来。那你听到海底扩张说的时候，大家又开始回想到，韦格纳大陆漂移说，不是同款的物件。因为你海底扩张之后，大陆就分开了嘛。可是海底扩张说出来之后，又碰上跟大陆漂移说同款的问题。用正的啊。动力来源是啥？上啊，谁把它搬开了啦？用正的啊。这个，一直到科学家研究这个之后，找到软流圈，才发现，不管大陆漂移还是海底扩张，它的动力来源就是伫遮软流圈内部物质的流动，让它上面岩石圈，也就是
板块分裂。所以不是大陆漂移，嘛不是海底扩张，是有大陆有海洋的板块彼此之间相对运动，走行大陆分离跟海底扩张。所以最后的板块构造学说，它走行间。所以另位家的知影，所谓岩石圈就是刚性的东西，软流圈就是啥？可流动有可出，你莫把软流圈想做水哦，你勉强可以把它想成麦芽糖。麦芽糖，你知影哦？麦芽糖看起来食起来顶壳小可顶，但是伊摕久也安怎？它会慢慢变形，可是它短时间还是不会像水一样流动，所以大概类似那种物质啊，软流圈大概类似那种物质。岩石圈的厚度大概18公里。来这个数据你看，岩石圈的高度18公里，我刚会当讲，地壳全部伫岩石圈内底，对不对？那地壳平均厚度35啊，岩石圈的高度100呢。有全部伫内底无？有啦。啊，35毋是包伫100内底？哦。安尼了无？地壳35尔啦，岩石圈有100啦。所以岩石圈是不是包含全部的地壳？而且还不止，对不对？它还包含了什么？最外部的地海，对吧？所以这里彼此这些关系哦，因为咱的岩石圈跟软流圈的分类是根据它的状态来分的哦，这个是根据组成物质来分的哦。所以岩石圈包括全部的地壳、海洋地壳、大陆地壳，还有最外部的地海。软流圈个全部拢是地海啊，软流圈的高度差不多200至300。所以其实岩石圈跟软流圈嘛是地球表面的一层而已啦。但是因为这站最重要，这站对咱来讲，伊是板块构造说的主要运行的地方，跟关系最密切。咱有地动、有火山、有海沟、有中央体，拢是在造成的。好，咱今仔存无文字，咱来看有全球有偌侪板块，来。这跟各大洲看起来，咱就知163页，咱省节哦。全球有7大板块跟20-30个小板块，我们只要认识这7大板块跟1个小板块。1个小板块是因为它是台湾构成的，菲律宾海板块跟我们关系最密切，其他小板块也不用管了。大板块有啥？来，上大的一块，太平洋。嘿。太平洋板块是里面最大，而且是唯一没有大陆的板块。太平洋板块。回来，欧洲、亚洲的欧亚板块，南部印澳板块，印澳板块又回非洲板块，过大西洋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安尼6地哦，6地最后一地哪？最南边的南极板块，好，7地啊，算袂出来袂？咱要算一遍。太平洋、欧亚、印澳、非洲、北美、南美，这都各大洲，还有一个南极洲，南极板块，安尼7地，安尼7地，小可省解，跟各大洲配一下。啊，应该用想的就可以了。咱得发现讲吼，板块的边缘是最容易发生地震还有火山的地方。结果吼，上天好像跟地质学要开一个大玩笑。
咱的火山哦，90%以上都在板块的边缘。偏偏全世界最大的火山是哪里？你知道吗？全世界最大的火山是夏威夷火山。夏威夷火山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山。偏偏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火山，它居然在整个最大板块太平洋板块的正中间。第四小峰，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吗？全世界90%以上的火山都在板块的边缘哦，交界地哦，结果偏偏最大的一个火山给你处在整个最大板块的正中间。哇，里面这是一个谜，当时是一个谜。科学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规则例外到这么特别。结果你知道夏威夷火山不是一座。夏威夷群岛是几百，而且夏威夷群岛很诡异的是，你这几百几乎是直线哦。大自然要走直线是很奇怪的事哦，可能是上帝没有尺，所以无尺啊不，还好会有天打雷劈啊。是外星人盖的啦。自然都要描成一直线哦，是很诡异的事哎。然后科学家去找夏威夷的岩石成分，夏威夷火山的岩石成分，你知道找到什么岩石？他找到一种很特别的岩石，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橄榄岩。橄榄哎，为什么夏威夷火山是橄榄岩？所以那边没有。橄榄岩是来自地壳底下的岩石，哎，所以那边没有地壳。所以坡的大家，再说一个看。科学家目前对夏威夷火山的解释是提出一个叫做它翻译过来很不一样，它叫热点。给讲夏威夷火山的形成，它来自地寒的一个往上喷射的一个热对流，它把地寒物质往上喷出来之后，打穿了太平洋板块。它把太平洋板块打穿了之后，形成夏威夷火山。所以夏威夷群岛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因为地寒是不动的，动的是板块地壳。它就好像你这把枪不动，一直在发射，结果你的靶子在动，那个靶子的板块，太平洋板块可以移动，一般要排列收窄，形成第一座岛，然后这个移过去之后，它打到第二个点了，形成第二座山。可是板块又过去了，第3座、第4座，现在夏威夷群岛还在继续生成，它现在的还没有冒出海面，科学家到海底去侦测，新的点已经打出来了，新的山已经开始在长，伊的原始的年代都要为老到年轻，一代一代的平均下来。好，所以这是夏威夷火山，啊，夏威夷火山。火山也是很有意思啦，要不然美国有一个黄石公园，很有名的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公园，你知道它是火山吗？你说它就一个平的公园，那哪来火山？黄石公园曾经在一次的大爆发中，那个还没有人类的年代，它大爆发把自己整座山喷掉了。那座山跑去哪里了？没有，受到物质就爆掉了，不见了，全部整座山就炸开了。然后那个物质当时喷的全美都有哦。好夸张的故事。你知道那火山爆发强到可以把整座山都不见了，但是现在它还是活火山，但是它没有山，它还是呈现它的山喷发的，比较平一点，就是一个洞哦。也没有动，它就停了，因为时间太久。它从哪里？但是地下还在活动，还有火山活动在持续进行。每天整个就爆出来。改天每一个没有看不到山的火山。跟起来的感觉。好，那你看我讲，他